送啊藝，睇藝早期早日十腳齊茶時間。藝食飯餐過4枚，哎呦，藝飯餐4枚哦，咁寬的，不太適合。太大眾，衝一個，最愛看人嘅笑容。你倆種전시都會用啥嘅創作嘛？地表有百樹狗跳，有樹黑掉嘅重奏。哦，哎，那也沒輕厲害呢。對對，好厲害。用機冇看他下歌誒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中下來。鄉親朋友啊，準備下呢特別計劃啦哈。係啊，一開始做嘅主題啊都傳統金曲對唱。好傳統嘅啦。每鬼戲都係傳統。傳統哇，你對啊呢電視機前面老人家朋友啊，都會一聽到非常嘅歡喜。個聽眾係啊。係啊。但係你個傳統界的精英今天都來。對，後商人也不能離開哦，對不對？後商人你要多吸收一點我們客家傳統的這種對唱文化的精髓。對呀。所以今日冇評分啦，但是按同樣有唱到欣賞類啊，你現場，我問他個建議，哦，來有唱 TVB 欣賞，李秋霞欣賞，夏啟貴欣賞，曾民族欣賞。當然唱之前，我問他個做一個示範。係啊，當然哦，示範組一定要先來一下嘛。是，哇，那可以在現場聽到他們兩個唱對唱的國文，那個真的感覺是郎才女貌，可以這樣形容嗎？應該是。按這本他個哈，先彈一條歌誒，先來觀摩一下。松龍歌來唱啊，那個夏啟貴欣賞，有曾民族欣賞。來，姑娘姐，我出外做生意了。跟阿樂講，就幫我送一場啦。佢愛送你就送來啦。你先行啦。叫啦，係3年兩載就賺了嘞。樹天三馬秋哦，春木枝波浪，家門的愛有龍啊，你何處去買茶啊？係愛過台灣買茶。看人的路頭，你還小心點喂。叫起來送啊藝，就我啊也低了啦，一下來就加了天咯，將來出外做生意啦。見來叫那次來17、8了那，上啊上嘅冇啊，那有啥叫錢啊？阿哥，我會先走哦。唔是走，我去3年2年就做你。愛郎送啊當，我太巧我那，愛郎嘅出啊門咯，愛超射。冇笑，係我平安進來。冇
卡路呀样就可以哦。曉得。叫起來送啊藝，嘅橋洞昂了來，看見來好了水哦，心跳神啦。見那機愛危險掛了那，望起來好了順咯，多也樣那。而且個身體咩要補充啊？係會補充。差多錢啊，啲要賺貨皮。哦。送郎送。說叫我改生命啊！夜來就播那一我給家中死了那，一來給播一我。哎呀，兩位先生，兩位先生好，松龍哥啊，哦，我一急索嘅，係啊，急索冇感覺啊，你用個唱人咧，跟我演跟我喜劇嘅演員，然後冇唱苦情嘅，冇啊，聲音扛起來真苦情啊，聲音苦情，依依不捨啊，對，存錢都記得拿出來。最主要嘛，而家蘇歌曲就按到送郎歌，我送入嘅先生啊，我以公愛去做生意啊，一天就所以較苦情。也還算太了過呀？哎呀，沒有，一出戲來講，喺台灣早期嘅時間，所以講當初發揚嘅藝術嘅。三腳菜茶店佢都會橋攤啊，有個送郎歌。加啲歌詞對方有談到講，我喺啲台灣買東西啊，再過台灣去買茶嘛。過台灣，所以唔咩啲太了傳過來。太了年我去台灣買茶樣意思。哦，還有劇情設定。對，所以我唔判得做錯嘅。對，但是佢名講我到過台灣買茶啦，意思係講談講台灣嘅，跟我嘅細妹同講。又有些遺憾的，又有些講啊，我來台灣潛河羅馬，哎呦，要發展出一攤啊！還有那會還有劇情。因為佢哈，其實以前也早期嘅也三腳菜茶地度，因為佢時間關係嘛，真正做一攤就也嘅送郎歌，還有也棒炸米，棒炸米，也棒炸米嘛係，就會講佢愛也嘅那邊也愛上船嘅時間，佢做飛眼我唔判得啦，棒咧炸米唔係樣。哦，我停下停，摸爛嘴，摸爛好危險啊！所以也出去就按照棒炸米。哦，殺了喊一團就係了。對，佢地度呢，佢去到台灣還有牽狼怪子。哎呦，牽狼怪子，佢就牽埋緊了。佢細妹嗬，雖然講要拿到細大錢，但是佢咩地方佢體力要補養。佢講嗬，大起叫翅啊，馬起嘅啦，嗬，就意思講，政府下係要補養，冇對啊榴蓮長橋。哦，跟住喺度牽狼貴子。哦，佢細妹按態度哦，係啊，對啊，反正錢啥到嚟呢？錢拿到，所以錢也本用咧。本試用過也唔怕，不太適合。對啊，杜康有一條嗰啲歌詞啊，那麼嘅乜嘅本用不殺啊，按做好漢係乜嘅？哦，也殺不了狗翅，做不了好漢啊，罷了，佢本用唔係俾佢都腳一跌嘛。哎呦，冇辦法吧？但是佢細妹往下嘢嘢，佢當然佢前面會緊固，忽然間佢細妹會唱古詞咧，給我父啊！
我妻呀，样样办哦。可是你讲哎，真的杀不了，做不了火痕，做不了火痕。哎，对，哦呀，挨到好起来，好起来，第五个都用。以后你要做嘛？不用硬绑闸面死，杀不了机器。时间喺拉床做的绑闸门本唔学下，时间唔拉床，他一百周的表演。不过讲是头拜年，讲真的是很才过哦，就是分开一段时间按久的。突选啊，突选，万一迄拄到乜嘅哦，歌安尼啊，好睡觉，係啊，真係懂。我以前哦，唔係講唱也有大哥大，隨時都練到。對呀，對呀，一戲冇聽一下演了。對呀，有戲可能會一下演嚟。對呀，對呀，對呀。初上你就做幾張嘢嚟啊？所以我講頭擺去周邊都係宋先生去周邊可能叫到像乜嘅樣嘅，係啊，也拜科技所賜，你看，係啊。所以不還要吹音，那個天涯若比鄰，追呀，加個追加。他有幫你裝 GPS，錢都比我賺了。車子什麼都定位的，你搞，你想騙我？搞不出什麼把戲，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其實哦，在我做起做一3腳採茶時間，我是翻唱過4模樣。哎呀，哦，去過先生嗎？我翻唱4模樣。咁寬的，咩人都講，佢最後。把個眼睇晒，讓搭把個縫縫，佢根本就唔係講真實嘅按到3腳採茶戲，佢就按到燒烤片。誒，家同係講下演出嘅吳傳連老師，佢翻穿4嚟，翻穿4模。當初幫家妹嘛嗬，唱啲啊松浪歌咩係攞吳傳連兩沙來全身順演，兩沙幫。哦，所以吳傳連是樣佢做4嚟，啊，係做4嚟是就是18模啦。做4嚟啦，比較輕浮。一名人就出來。係啦，個吃菜藝人。對對，你又給我們製作人一個靈感了哈。下次你就要反串了，反串了，我反串了，冇問題啊。幾那雷中啊，老公好了。好啊，做對了，我做你的靠山。對啊。對，哇，你們要做懂火會示範了，哎呀，真的。我每一次這個如果有這種示範的，一定會找這個謝啟國老師。啟國先生、民族先生，還有秋夏先生。秋夏先生，我剛才想，奇怪，啟國老師怎麼沒有選這個秋夏老師？因為今天來了小鮮肉，被訂走了，母子戀。沒講真實咧，因為我同李超老師也一接演啦，錄影下嘅老人打擂台。對，啊，我因為算替拜同陳明祖老師。真嘅對呀，替拜嘛。係啊，替拜呢。但是以前我哋後生時也就講下順便裝嘅，所以喺家公司就當好。可以了，請夾數啊，係嘛？可以啦，全部落腳師咧。所以新鮮的比較好啦，哈。老的換個口味。哎，唔好用過，唔好用過。樣係馬數嘅，你係呀，係馬數。但他爽了，因為老嘢要打嘅，老黏嘅啊。對，兩曬一張去打好。我一踢團就按精彩，殺好了也團，殺好了也一組就厲害了，這個母子戀的代表，係嘛？比秋夏欣賞小隊部帶來3個音樂。來，躺個啦。山歌聲誒，輕聲歌聲，聲音嘹亮又好聽誒，輕好聽，唔知哪家將阿妹咧，將阿妹，我只聽山歌不見人咧，不見人，哦，到底係哪家嘅死阿妹啊？咁樣錯咯，對面阿哥按到親咯，按到親，歌聲空到每年前咯，喺每年前，有錢山歌來結緣咧，來結緣，阿妹定義奉獻戀咯，奉獻戀，哦，從山歌暗號還有奉獻做對了戀啊，真蠻好咧。落
了个有那情啊，哎呦哎呐，了个那个有那谁啊，同心爱的那。我给三哥冲给亲好啊，大家讲错冇啊？哎好，对冲了个三那哥啊，来见了那眼呐。过了个有那情啊，哎呦哎呐，了你手的那谁啊，同心爱的那。新的荧幕情侣啊！哎呀呀，太娘咪昂了前后上嘅，對嘛？因為可能前面你在講請 Chucky 個先生，民族先生講係啊。他是變形這麼過分。哎呀，那用片多擺啊，對吧？不新鮮的啊。你換個小鮮肉多好。對啊，對小鮮肉，呢冇關係的。其實咧，他來講啦，最近啊有一首日本的嘅藝人，非常嘅紅。那叫做美輪明宏嘛，大家都會幫自己那個桌面都要換他。對對對，結果最近我想說，哎，來幫手下審查嘅相片，真勁哦，真勁哦，因為它有附一種嘅油耗哦，哦，真勁哦，真的非常的有效。哪方面很有效？桃花都招不到半個，幫你斷桃花就對了。哎，不夠啦，那個賺錢也賺不到半點錢。周滿說你今天趕這個在畫面求我，你賺你的生意。真的，哎，你現在已經才正要說你們熒幕情侶忙內訌，翅膀硬的啊！我跟你講啊，真的是啊，你看頭也大了，人家帽子都這麼小，帽子都這個帽子，講從誰帶都開啊。生意些嘛哈，這樣子做起，你哋恐龍撈面大類都在法師，報名樣過去光啟社，這樣子啊做裁判，這樣東來咧講給你。這樣子很謝謝聽，對對對，這樣子把我當做偶像。對對對，哎呀，我們還曾經在節目上問說，哎，把你當偶像啊，如果有沒有把你當做結婚的對象？他也說 OK。他說 OK 呢，還有這樣嘅有我也跟你講 OK 啊。其實勉強講的啦。現在還是一樣的答案嗎？你是真的有這種想法？真的哦。其實我都沒差啦，隨緣啦，隨緣啦。什麼沒差？你是為了求生存說這句話就對了。有溫度就好了，是吧？他媽媽跟我媽媽都立春啦，然後長對對對對，哦，哎，又不能講，唐國文呢衝個頭髮塊呀？不能黑衝頭髮塊。老師說這首歌太簡單了，簡單啊，是唱三個音樂，連平板三個字。對對對，我個頭髮塊動接有人唱，非常簡單。所以呢，三個演員的除了頭前應該有線條，後邊有平板三個字，同時喺兩啥唱嘅，後邊有一句。呢首歌曲平常是以前聽阿廖林展宇老師唱嘅啦，你比如講他對象，我詞給他攻略。哎呦，你知道要辦，做得嗎？做得了，哎呦，有時都後水啊。你知道誰的後水？徐華先生啊，你知道他的後水？各位懂。
同时是个咖啡机啉上了有水来呀。哎呦，真的哇，你们感情已经好到这样子。哇，可以共饮一杯咖啡。那个小虎听腔哈，是，你像几位个远端，我手机的发帖，我密码给他，他就给我远端然后涨，我修理。哎呦，真的哈，他也给他会剪接录像，同理多不？哦，还会让人拍样片那样。真的哦，不过有一拜啦，因为呢，给师姐在帮邱夏老师弄手机，他远端过去，刚好他给赖某伤啦，对，某伤哦，结果我看一下，大口来一黑哦，刚好有一个传影片的过来，结果邱老师刚好点开来看，结果妖精打架，哎呦，妖精打架。秋霞老师好迟到啊！是啊，你都有学生我传来没有营养的片子给你看的，所以我眼睛越看越小。那个眼睛会坏掉。现在很敢造次了呢哈，邱雅欣伤太像了哦，还带你去表演，你还这样对他，对吗？哎呦，你说上次佳佳带你出去表演，你用暗号哈，嗰陣時我老仔伊老師嗰條強下伊睇到嗰種嘅傾情太飛啦，群千到嘅強下伊表演，哇！伊以後就變網紅咧，我哋都條錢表演給後輩，那睇到簽名啊，出來請佢加微信，哎呦，到你行到嗰度佢加唔關嘅，是不是要騙你錢呢？啊，冇騙你錢啊！我沒當你講到嘞。那些女孩子是眼睛有什麼啊？可能冇啦。对，照德武好像今天有帶，還有一個特殊才藝要表演呢。哦，可能可以啊，衝藝術歌曲，然後用2個人的唱法或3個人唱法。哦，直接來。OK，那要有音樂嗎？讓小康老師跟你。好，原 key 就可以了，謝謝老師。啊，原 key 哦，原 key 很高。在你們請小康老師給剛剛會衰退的。哎呦，不錯。素杯勾勒出情话，一捧弄软的，变成描绘的牡丹，已用你梳妆，淡淡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走笔字字各一半，背景釉色渲染，仕女因为被私藏，而你嫣然那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好，爽！好，谢谢。就这样吗？哎，30秒。你不是说3個嗎？你才2個而已。他說2或3個。2或3個，對，帶2個就好。今天另外一個沒帶來，哎，模仿陳小春，那眼鏡沒帶到。陳小春冇帶到。啊，就按用哈。哎，其實啦，因為最近有人講啦，就是我最近有在做直播啦，有人講愛唱陳小春。哎，好像有一點。他們是有人這樣說啦，所以我就想說，哎，他就點我唱2首歌，什麼我愛的人啊那些。我愛的人，來唱。我愛的人不是我的愛人。他比你更記得，用盡的。你模仿2個就好了，真的。周杰倫的就好了。對，就好。我覺得你以後模仿1個就好了，周杰倫就好。哎，周杰倫蠻像的嘞，有那個味道啊哈，以後可以多模仿他一下。可以。哎呀，然後從細時還冇媽要唱歌，不比董英真，所以我當到副台不也表演，他自己他也很爭氣，真的很爭氣。對，他有舞台效果。小時候會覺得說，哎，這個可以嗎？可以啊，他有這個鏡頭沒有帶到，他都在演呢。最主要他非常有禮貌，禮貌客氣，這個有機會表現咯，千受益滿招損。所以有啲，所以本來有機會是本嘅。對，青出於英整呐，我覺得認真的小孩，一定會成功，很有機會。其實你也咩去感覺，喺製作單位啦，還有其他嘅欣賞，還有觀眾朋友，希望可愛啦，不會討厭我就好。不會。我們來問問看齊國老師，我們聽聽看專業評審的。德武鼓勵發了鼓勵哈。好，德武啊，是在講我嘅4年時間，我也開始認識佢嘅。對。佢都主動參加嘅比賽時間，佢樣時係當邊上啦，佢差唔多有5-6年前嘅時間。佢樣時我想，哎呦，因為後生嘅現來創參加已難得啦，哦。但是後邊我一了解到講，佢對一個流行樂也相當嘅用心與學習，
所以我認為講唔怕，不管你流行樂也好，傳統樂也好，按自家東西冇獲題就好，盡量同佢學習起來，因為我哋唔會太，我哋會老啊。以後就可以嚟後生嚟做一客家嘅東西，爭我嚟進步。呢度客家繼續加油。好，沈龍先生，我們後生人傳承嘛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謝謝兩位，謝謝安子生。什麼？來，歡迎下一組。下一組係你嘅張雲蘭，還有林傑雄帶來柴米歌。來，睇下啦。炒菜，揮發電子菜種田。二部合聲，還有加動作，有，還有唱嘅同學，叫學過寡戲嘅，6個影片俾佢看。哦，佢看得這樣不錯，比衰當辛苦啊。佢看歌唔表演嘛？有啊，咩有哈？佢講幾10年嘅功力係2點鐘出嚟學的，一般。叫多謝。佢凊彩你講也上水。係啊。公演世界了哦，要講每個做2個本來團，大概就只拿數哎哦，團動也該本來做不了。阿哥。哎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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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儿呦呦，哎呦呦，你講猜對我。對，為你猜對了。該學嘎嘣哎呦，猜對了喲，猜對了喲。有冇團隊？還有冇？很多咯，你加工係嘛？人啦唔散撒屁啦，還要。為面嘅阿哥來了不滿意哦。滿累啊。上天，用棍木腳木，用棍木腳為樂天。哎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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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講猜對我。對，關於猜對了喲。該學嘎嘣哎呦。
这很牛逼，变雄哥，调查牛逼吼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好，两位主持人，台视家好。云南最好。你好。两位今日要讲下对唱迄制作单位拍的七家线，七家线车嘞。七家线。哦，七家线啊，做在七家线啊。我听白吼，最上场在我都上课的时间啦，我係講去了哈，我個老師啊，呢個呢兩世英語當場做得去比賽合唱啦，所以我到兩三時練比賽。這較急速不錯的啦，係啊，英語啊，可以來比賽。英語咩嘿？啊，唔過用啥動作也很合嘞。哦，他還有安排動作。我動作很難看。沒啦，不會難看，是同手同腳。對，這個沒關係，這個可以訓練。趙德武以前也是同手同腳，對啊，現在他現在就是比較熟練的同手同腳，還是同手同腳。清點一下啦，知道？真的啊，感覺起來對中嘅經驗清楚嗎？你聽出108年是從那條得獎啦，所以講走過來練習。你們這個不是有在一個拍的影片啊？你們還影片就一直，他這兩下費盡心思想哎，係哦，會不一致啊，不一致哈，講有冇丟到啊？上次來講叫博安呀，講喺上場嘅時候，我做唔定推下水說。上次就當升旗啊，上次兩三年太小啊。我踢到啊，我踢到，冇聲音啊，我變得啊堆棋不殺，不勝英雄好漢啊！踢到啊，殺不得搖旗做唔了好漢，殺不得搖旗啊。上次上三團嗬，冇讓人強壯啊，你自家想。對，突發奇想啊，想，本來想出來咧，兩三時下課兩三年。有啦，可以了，有家聯繫了，有練到了哈，對，所以感覺上默契還是很好啊，對呀，對，我講到吉雄哥，對，看到他我就會想到冷笑話，真的，他給冷笑話專家，他提供了很多給我，真嘅哦，就是每一次來節目當中，你看第一個那個就是什麼腦筋急轉彎哦，腦筋急轉彎，基本沒有分享，黃飛鴻的妹妹那個哈，對，那個很好用啊，Samuel 又愛又恨的數字是什麼？Samuel 又愛又恨的數字8嗎？2個字，2個數字。女生又愛又恨69， 78， 38啦，38，為什麼？就38，就38是罵的，同時女生希望自己有38的上圍嘛。會。又愛又恨，38也沒什麼了不起，還好。38，對啊，人家我們吉娜哦，58哎，58。好嘞，妹妹阿姨，今天還是講一個笑話，講一下。有幾位現場哦，上班啊，輕無聊，有大天發戰役，一個5、6歲的小女孩就接電話，有誰啊？原來係爸比啦。爸比，爸比，你寶貝啊，你看媽媽有吹嗎？叫媽媽跟陳叔叔哦，在2樓房間。要爸聽得心不舒服哦。我們家有陳叔叔這個親戚嗎？他每次爸爸你一出門，陳叔叔就到我們家來，就跟我媽媽在一起。他爸聽得更不舒服。我們一直想，baby 我跟你玩一個遊戲，好不好？我給你玩具。大概小女孩說好啊。你到樓上去，大大的喊一聲，爸爸回來嘍。OK， 小女孩就照做。就電話裡面聽到一聲慘叫，你知道？過一段時間，給了大天發轉移。小女孩接，你剛剛有沒有做？她有啊，我到樓上去。那現在媽媽呢？她媽媽一聽到就衝出房間了，就下樓梯太快，不小心跌倒，現在躺在地上不動了。那另外那個陳叔叔呢？其實陳叔叔我有看到，他一聽到哦，就從那個房間的窗口跳出去。他忘記了哦，按給我人家游泳池某水的，所以他也躺在那邊不動了。哎呦，他後來想一想，他就心裡比較高，舒坦一點。不過想想又不太對勁。因為我們那小女孩說，我們家沒有游泳池啊，你沒有游泳池啊？對。請問你這電話是02XXXXX嗎？小女孩說不是。對不起，我打錯了。謝謝。我才害了2條命。打錯電話，小孩也蠻聽話的嘛。對啊。講到倆笑話，我也來個腦筋急轉彎，我開始他頭。厲害啊！來。哪一種帽子？
哎，他又性感又走在潮流的尖端。哪种帽子？嘿，哪一种帽子？哪一种帽子？哎，德伍的帽子啊。哎，德伍的帽子。绿帽。有性感吗？啊？哎，不对。绿帽，他说绿帽。绿帽。绿帽吗？绿帽有在潮流的尖端吗？有啊，亮哈有哦。哦，有嘿哦。原谅帽子。鸭舌帽。唔黑。啊？不是。好，戴高帽。戴高帽，没唔黑。唔黑。流行性感帽。是不是又在潮流的尖端，又兼具时尚？哎呦，这时尚啊，我才不要嘞！这种哦，还有，再问一个，对，有一个人叫 Judy， 英文的名哎哈，他最近很忙，然后太忙了，因为太忙，他就得了一种病。Judy 是什么病 ？Judy 太魔汗嘞，的一种病。Judy 很忙的病。对。Judy 病有吗？邱大夫有吗？相思病，相思病，很忙，不会。筋膜炎，因为 Judy 筋膜炎，足底筋膜炎，足底筋膜炎啊！哎，好啦，我就是不会讲笑话嘛。毛罗哥来一个，罗哥。好，来，那个。陈先生啊，陈先生，他如果得了性病的话，好不好？猜一个成语。我想到的好像有点歪。对。给勇哥低吗？先问团。想不出来哦。陈先生得了性病。哦。哎，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陈腔滥调。都对，这还可以啊，很棒，还可以啊，很符合你的 style。对，哎，哇，对，有一个叫阿笠博士，有没有？哎，有啊，有个卡通，柯南的那个阿笠博士，阿笠博士的前身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阿笠博士的前身，阿笠科学家，你可以科学家嘛？你说成为科学家之前吗？对，前身，就是阿笠硕士。是吗？阿笠硕士，错吗？好像也有道理。黑啦。阿笠博士嘛，前身就是硕士嘛。哎，对，你反应好快哦。不是，应该是说阿笠博士他如果得了阿兹海默症，他会变成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会变成阿笠傻瓜。不是。阿笠博士如果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话，他会变成阿里喜下。阿里喜下，对，还是罗哥厉害，不知道是你本身的这个戏剧效果，感觉就好笑。我再来一个正常的。对，哪一部电影最有梗？对，有没有最有梗的？对，推不出来嘞。哦，啊？德州杀人电锯魔。电锯魔，德州杀人电锯为什么？因为他拉电锯的时候就一拉，有没有？就很有梗。好嘞，好。好了，来两位冲的，来，请评审欣赏来建议哈，真名欣赏。云南哦，我哋嘅吉祥哦，两衫可能时尚要搭配啦，哈，穿到非常嘅适当，乃咩客情好啦，格束要格束，但是呢，我注意看啊，温粉啊，咁木珠見到嘅肥雲南嚟嘅圈，樣到嘅閃，希望佢閃狀嗰啲。我咩見看呢？跟雲南這個圈好彈簧。現在很流行的。當我讓我建議講，旗袍架要起裝啊，用有滴了，像橫的。這個是名牌的。我應該要帶流量來替換，三台蓋建議。老師回來講，哦，做得好順。那是我要的搖啊搖啊！不要太高，太断了，不用这么开放。会穿帮，不会安全措施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也无妨啊，没关系，只是怕观众受不了。没有，我们都会剪掉，帮你打上草莓的。哎呀，两衫高尚非常的搭配，前后穿到前后，进步前多，继续努力啊！大家两位要今年啊，精彩的表演，但是三号人恐下来反而还还没做嘿，吴义珍还有刘淑萍带来四季花开，好来谈看啦哈。
用比什么的对冲哎，罗哥好，你这好，人际好，哎呦，身材哦，衣服这样穿上，这样比都爱出比，好会见起真的呀，穿双胞胎用双胞乱用啊你，双胞，你按好讲好就出来啊，讲好诶，别显的，尽量配合，尽量配合。哎呀，条歌本来做女对唱诶，哦嘿哦，嘿嘛，跳一排糖豆呢，对啊，女对唱，所以刚刚还用那个二部合声，还有加通作，有，还有唱嘅同學，叫學個關係嘅，6個影片本佢看。哦，你看了這樣不錯，比算唔聽，懂辛苦啊。什麼按在意哈？維持聯繫啦。對，為了節目嘅呈現。因為我都沒有練，我都台北，冇辦法按樣對啊。對啊。看樣片來按樣對下，來到現場都來對下。可以啊，真係懂好。表現都清楚啊，係啊，覺得好有默契哦，請夾熟。兩邊面嗰啲百合作啊。對。因為細妹老細妹對唱這件較難啦，較困難，對，較難。對，我從強跳的啊，要寫那歌的沒較少。所以家天衣鋪合唱嘅唔唱，真正。哦，然後彈起來白白啊。唔會啊，彈起來較漂。你厲害啊！真係。那個較年輕男呢，輕講不起來奏呢。會來奏啊！真的，唱二部合音的真的很厲害，我就冇辦法，我聽錯會本來奏。對啊，那個要絕對音感張宇潘。對，跟學過一張做得咧，真厲害咧。真的啊。盡量啦，係啊，沒已經表現都非常好誒，真的非常好誒。對。不過他們就是還那個舞台動作可以更大一點。對，所以他說他剛剛他有找了歌仔戲老師來教導。寡語哦，唐講今日會表現要表現要大家看哈。好啊。哦，真的。那3個都老拿上來咧。哎呦，嘿喲哈。他的武器都拿上來。哦，你要表演我心跳北北走三關。哦，沒有表演嘅哈。什麼？小家婦人間。表演一團佢曲跳完到王文英。叫做曲跳完咧，叫做嘅牡丹亭間嗬。我請嘅嘅情郎一團咁樣哦，就是文英阿姨的故事，對不對？就是嗰下戲點解要就人物on the王文英，來表演一下，來，睇下聽下嚟，選送，我拿麥克風嘛，唔是啊，拿人唱，係用表演要唱，等下咱搞兩隻身段，搞埋兩隻，對，好，我冇聽到好啊，先看好，老師麻煩，謝謝。味道哦。古代良友來到花園裏，百花又開，蝴蝶又自采。这个是特别还没有，这特别请老師教啊呢。特別好嘅。哦。山歌團嘅同學，佢學廣戲學嘅7、8年。7、8年咧。臨時講嘅。佢錄樣帶唔看咧，錄樣。佢錄樣帶，我一步一步教。佢看過唔表演嘛？有啊，咩有哈？佢講係10年嘅功力係2點鐘出嚟學的，一般。哦，多得。佢凊彩你講也相信。係啊。我有2點鐘，好多人用算輕厲害的嘛。係算肢體親模嘅呢。親模哈，對，看得出來。對啊，因為
讲真的，也音乐再来，音乐再来，还有，来再放一次，然后你唱这样子，好，对。老师麻烦，转身。你要有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嘛，罗哥可以了啦。我觉得拳头有点硬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是你的拳头还是我？哦，对。没啦，罗哥共事餐我了解几个意思，他罗哥的动作比较到点。对，一整这哈哈嘻。其实讲来他嘿，唔要用麦唱的啦。哦。对，其实他动作很冇咁简单啦。对。哦。拿那种用耳麦的话，哦，2只手。哦。有冇看那个拿法？嘿，做那个有冇？哎呀，就酸的要地转来。嘿，啊，个安尼一只，按到亮相。备台准备的备。所以啊，刚刚你应该挂个耳麦，个通照全部这样会出来。那我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哈。对，啊，难怪人家7年，他2个小时就把人家学会了，真的。算也是很厉害。你只表演的10%而已啊！你学了100%，你只刚表演。单位个1分钟啊，我就拿1分钟的表演。某你去上一起给他冲嘛。对，是我们单位的问题，没有准备。表演一团戏啦，差不多5分钟。那下一次有机会，好啊，完整的表演。来，从头来唐人嘅唱秋下欣赏，有咩建议？两个非常的可爱啊！等一下，真劲哈，像两姊妹，两只表演非常的合适哈，尤其家一两个彩排成个哟，原来为了两个小妹妹，跳那么有空了，为了咧安尼节目哈，啊小朋友牺牲跳那么简单哈，真的，为了节目哈，画面上看起非常的好，真好看哈，两三个音质也差不多，尤其咧说歌曲哈，以前哈佢唱嚟家有嗰種嘅哈表情哈。十足，當然阿鳳佢講，較誇張啲位阿楊賢，可能各實表演無空咯啦嚇。唔過唱啲啱嘅歌曲嗬，你兩曬嚟表演嗬，請我嚟欣賞一本叫滿分啦嚇，滿分嗬，音質非常好，同時啲兩曬啲係，你啷個打對台比賽出嚟，揭出嚟，真的揭出嚟。这个都是那个年度排行的呢，冠亚军的。制作单位请的哈，上来表演的，我相信观众朋友非常的喜欢啦，哈，绝对唔会流亏，所以係今日本人滿分，精彩的表演，对，摸大分，但是你讲出来就爽，就欢喜，係啊。多謝兩位哦，係啊，下一擺有幾位再過來表演，好唔好？係，嚟繼續嚟介紹下一場表演。下一組係吳丕雲還有齊范勇帶來大會堂。係，彈下啦。大個水上漂落來喲。用力要用快樂，服裝上還蠻那個很跳痛哈，一個就現代台的妝哈，還有一個少爺跟丫鬟。什麼好康唱嘞？哎呀，空大台，天使啊太高。
天子呐。当海市啊同花，十字江江叹那琵琶，哎呀来真係愛那，來唱雞喵蛋竹子剪啊剪法。來採花枝那，四國探花浪，五國來買錢國，六國用字好難，七國介上雅士，探探介上雅士，八國水上漂我哪喲。啦啦，阮講嘅野菜，也給我不條下。兩啊條來減啊帶，大事啊腳邊啊，講定計三妹出來命啊！翻用泰國批云好，用咪主持人好，千久冇看到批云哦。哦，真的嗎？嗯，有一層的呀，冇看到。有嗎？哈，所以感覺最近好像又腫起來了。冇啦，有嗎？有嗎？差不多啦。這 baby fat 好不好？我很不會聊天的，真的。沒關係啦，沒關係。不會聊天，拍誰？原諒一下叔叔。貼指甲哈，對啊，中意咗嘛？對啊對啊，啊中意了，我有講，我有講，哈哈伊。有講他玩發福嗰種人。哦，發福。喺阿爸就會講臃腫華貴。臃腫哦，臃腫華貴哦。阿爸在這講嘿，人家是雍容華貴，你是臃腫華貴這樣子，好歹還有個華貴這樣。哎，是。兩邊要用關於服裝上還蠻那個很跳痛哈，一個就現代舞台的妝哈，還一個安尼少爺跟丫鬟。有這種感覺，有這種感覺。風流少爺俏丫鬟，這種感覺。哦，要衝大會同啊喲。對，你用迄個咩體拜合作？體拜合作。體拜哈。哦，感覺到很榮幸，然後董友去講今年要16歲呢。啊，不止啦。我跟那個幻勇大哥是都係啲比賽嘅時節，都係顏色的。哦，佢講是比賽時節。係都係比賽嘅時節顏色的。真顏色的。基本伊係體拜就係對沖。哎，你要切下線的嗎？係。條歌誒。製作單位安排。係。唔用嘅腔下。用嘅線了。哦，用嘅線呢？切下線呢？切下線。哦，比如講有請來講啊，我想我同埋人打扮嚟講。係。哦。你用啥時代好像有連心嗎？
嗰個又係自家線嘛。新社是100年哦，100年，按不是了，先练呀，青菜冲冲之後咧，青菜冲冲，哎呦，按粗皮用嘅呢，青菜冲冲其實上，因為俺一下啲工作上一下啲高價，沒看冇時間，哦，他冇閒就衝嚟，做條路他真的是很有愛心，俺一下啲高價嘅時團咩看冇時間，你講嗰啲長照中心，共用的。安排照顧一些需要照顧一些老人家哦，真的好有愛心，有點像督導，是督導。哦，督導，你沒有在實地操作？沒有。也安排你去啦。哦，因為現在正在換區域階段。你這種身材應該要實地去。哪種身材？哪種？我們不看身材，我們靠腦袋。臃腫華貴身材，你要去照顧，你比較有力去幫他們。以後照顧羅哥啦，好不好？第一人選就是我有問他不回答我。誒，翻用泰國咩清酒冇來咧吼？之前有6年冇來咧。6年嘛，啊以前郵局做嘅時還忙退休啊，又來有進入6強。哦，你的 postman 真的很多好朋友哈，像那個跟你嗎？陳建基，陳批，都認識啦，都認識。空氣嘅嘛，你係空氣嘅嘛，冇空氣，但是常常比賽會 PK 到。哦，比賽不是送信的時候，送沒有，他也是郵局的，沒有錯，對啊，他是做郵務的，然後我的夢想還是做快遞業啊。哦，快遞，我朋友在鋪門。對，哦，現在快遞這個行業真的是，禮拜6半夜還會送呢，對啊，好認真。輪休啊，輪休啊，辛苦，尤其現在疫情當下，哦，真的很多人都不敢，都靠這些好朋友，都要靠你們，使命必達，真的，所以有閒時間都闖國啊，調劑一下。對啊，6年的時間應該，按叫我來對於客家國要上訴的嘛。哦，上訴是唔係，你睇目前係只半年有在寶山鄉有只，而家有開班，專門搞了3台跳啊！開班做線上，對，啊有數錢嗎？有啦，跟模子做拍工啊！哦，真係啊！哇，難怪嗰條線上全模板呢，全部人家都搶做嘅。線上是老師的老師，但不一樣。老師的老師，我們的老師啊，有我這個學生去當了，他這樣感覺到更光榮。對，先不人家搞哎呀，全部搞好了，基礎搞好了，哦，要是更上等級的話，對，就要找他們那個師祖們。從就馬門店我們唱高級的哇，哦，你都先拜啊。對，你看唱高級都50錢，阿姨搞好上來愛錢。你屌，啊，是否沒利用啊？冇，你的藝術家要喝西北風嗎？沒通用啊，靠自己本事賺錢。對，沒有，那老師站在台上這樣教學也是很辛苦的。要加深也沒經驗嘛。準備當做資料呢。對啊，唔係講隨便匆匆做的。啊，那請過嚟的哇。請過的資料啊，準備，然後你自己要比，要搞埋東西。你搞你邊行啊清楚啊。嗰種係搞嘅青島嘅什麼年紀他太大哇。哦，今日搞嘅那個不將來咯。下禮拜嚟創有唔記得咧，要有耐心啊。對，最主要是一個陪伴啊。對，陪伴，就像的配員一樣嘛，他們就是陪伴這些老人家。對啊，是，兩位都很棒。要問我們的師尊啊，哈，來師尊，對，請幾個有咩建議冇？好，今日兩位做嚟講就係創獎啦，一個沿途有拿過冠軍咧，一條諾貝爾比賽就拿冠軍，嚟分享欣賞。啊，做嚟講啊，今日耶穌歌曲按到大開堂。雖然講佢一直帶觸動，一直帶魅力，但是我哋嗬，哎呀，去分享欣賞，佢也相當有心，嚇。佢講佢們是通過批員對唱歌，所以等都魅力來，嚇，請佢來現場，來配合看唱乜嘅跳，伊個動作按樣辦做，相當有心啦，也係相當有心啦，嚇。尤其批員啊，實在講其實佢聲也清楚，而能夠唱到一個 A 調來做嚟講，所以過癮。所以講做一個月，尤其也我去分享先啦，佢一開始已經有搞
高考又搞一條創新歌，繼續來發揚下去。其實喺配樂哦，佢都某啲方面要做主考嘅呢，助教，助教哈，因為樣辦呢，劉德華啊，就唱歌呢，詞法用是人講嘅，佢錄音啊搞聽你，聽出來唱要我澳洲一樣，所以我會千萬係嘅配樂啊，我就講就帶定來唱，因為佢聲又好。佢一條錄音樂廠唔是按國音，佢都帶當強鬆，所以就有辦法講按技術，就按一三個按來傳揚下去。很棒很棒。所以我講嚇，因為有兩位啊，就本身就有按樣實力來創一個，也相當好聽。好，繼續再加油，好。對，配樂一樣，繼續心寬啊，就會那個哈，對。謝謝羅哥，快樂衝過就好了。對，好，謝謝金亮小姐。對，按有心啊，你哈，真的按的喜啊，提批下來的歌誒，對，沒衝個清後。講好堂是有心啦，都有啊，講嘛該。反正是喊咩，冇事情咩，就到處得罪這樣。對。好啦，各位觀眾啦，是夢兩位哈，是夢哈，安尼三共下來介紹下一團。還有做係你嘅李文芬，還有張向曲帶來十上開潮歌。對，聽下啦。小妹子是愛呀開潮，老妹愛意是愛呀來搖，老妹呀愛意愛來過，定個實包是困那等條。困啊等條，小妹子是中啊路行，兩人行來是心馬愛平，兩人拿來愛心愛長，家有媽媽是千那夢想，千那夢想，行。小妹子是道啊好順，阿哥路夫啊妹呀路伴，兩人來見書來過水，水晶心肝是送啊送盡，哎呦送啊送盡，是小妹子是個啊了紅。兩位關鍵歌手嘅聲音都暗火啊，很強哦，親密啊，哇，默契真好。對，這好久成夢底，你看，哎呀，兩位壓軸演出太厲害了。哎，向科技後文芬欣賞後，讓我嘅大師兄，大師兄我來了，哎呀，師出同門，師出同門，是老師是李永祥老師，叫阿宋嘛，對，阿爸爸係咧李老師嘅哥哥，泰國。用整數，很太白啊，太白。用整，用整啊，用整數，用整數。必須咩？要來過啊，要來過。你唱會唱哦，係啊，我這全部都鬼我看人咧，一聽都懂厲害啊，係啊，我家出本來就係戲曲世家、山歌世家，所以我從細看該三角彩插台，看從細就看，所以我對你一對唱就
信手拈来就做得。哦，就冇问题啊，就从小耳濡目染啊。对啊，就像跳戏，像勇敢简单。像林翠阳呀，哎呀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。那后来你去读硕士有毕业吗？有啊，毕业了。你论文有写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你怎么突然天外飞来一笔？对，我们都帮那个文粉欣赏填问卷的，一定会毕业。哎呦，因为我是想要信手拈来，从小这样接触，然后他想要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对吗？让他向下向上都要去扎根，对，成长。这真的很有心呢。真的还是有心，还是太闲了？有心就是人，伊只责任感啊，责任感哦。从细看到大啊，我规则家族村伫个发扬你的客家文化，所以我就感觉有一只责任。驱使你这样子，对，可以传承下去。好像两位现在对于从国外来讲哦，就是当然默契没有话讲，声音整个状态，我也感觉哈，一等一的哈。但是好像就因为年纪的关系哈，又年纪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对，他们喊他有韵咪啊，比如讲，我差不多。半年前来打擂台比赛，家下创会起到，你下创会起，你下讲起咧，放两起咧，涨哦，你涨迄较厉害啊，讲两起咧，讲啦，降两起，有差很多，有哦，你有冇差很多？只是甲唱歌系到演技伫个比赛，哎呦，对，有点快嘞，一下降两起。你现在几岁？对啊，有6升嘛？蛮有吧？5升5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两个年纪差不多嘛。长一岁，长一岁。我谈一岁。哦，那也是55左右嘛，对吧？差不多。我大概我也降 key 啊，我也降了，对，大概降了半 key 1 key，你降到2 key。半年，听听。因为我身体就。是出国问题啊！我肚子还开了3次大刀嘞！都来要比这个哈，来。现在要比什么？来，你要比2码东西。你有没有割过那个？你有没有割过？你当兵时有没有割？你不用。天生不是割的。是啊。割嘛，盲肠哦。10男9，我就是那另外一个。哦，优秀嘞。对，不是割的优秀。是韩国可以，知道的。哎呦，那厉害啊！所以真正个唱歌系到年纪比较跟有真差啦，共识才发。所以唱歌就趁年轻，尽力趁年轻。真的，很多事情真的，你这个不要枉费年轻啊，对不对？人不痴狂枉少年嘛。对啊。年纪大咧。睇你3歲咧。對啊。咪睇你3歲啊，都冇講翻嚟，你講講啊！人家嗓音空又按講，人家嗓音很好年輕啊！你的聲音怎麼會這麼年輕？你是因為你有什麼個東西啊？冇啊，我是愛面啊！吃面，你自己下面給自己吃這樣的。我煮面達人咧，沒有煮面達人啊，開麵店的啦。好中國的朋友，夾起身。好，兩位就唱得很精彩啊！唐一下欣賞的建議啊，唱民族欣賞。好啊，阮粉啊吼，本身成為大人啊，喜進啊吼。上到舞台當時，從因那個喜進上陣咯，啊樣嘅啊，加上吼，我哋嘅鄉曲以下溫柔輕嘅吼，本咱大下嘅氣氛做起來是更加嘅精彩，吼非常好。我預做未龍亞叔啊，潤謙啊，吼，要強下做過戲啊，嘿，我哋會做到團劇嚟對喎，吼，佢當為大人，嘿，佢一上下台當時要唱嘅呢，嘿，唱嘅阿楚多啦，係啊，所以你唱歌咪就唱到你係加速，非常嘅安好。希望都繼續按傳下去，冇俾團體，安好嘅咪哦，實在因為時間嘅限定。冇本都好好的表現，冇大概吼係要個掛衫褲啦、打扮按着起來做彩叉落去吼，該是精彩的啦，嘿，做啲那金曲獎。哇，佢一定啲嘛過年貼嘅節目嘅時節咯，係做得係。希望吼，睇即個10個繼續嘅，吼健康遷移，吼來努力，吼都要來變現，吼好冇？好，按住先，多謝啊！也謝謝兩位啊，謝謝兩位高手，謝謝。來回座休息，謝謝。
精彩，对，真的，全部都是果树。对啊，我相信那个观众朋友一定今天躺都非常的爽快哈。传动组一次听到爽，对，一次听到底哈。哎呀，这个听完了以后呢，对唱听完以后，我们来一点这个音乐会。好吗？老年音樂會，好嘛？向下嚟選送下一段精彩表演，來。太大鐘，衝一個，最愛看見嘅笑容。呢兩種전시都係唔用啥嘅創作嘛？啲歌要巴樹狗跳，要樹係有嘅創作。哦，那也咩清厲害呢？對，好厲害。用節目向下下歌誒。老年音樂會，係今日安尼節目有搶到兩個這邊雙東姐妹花，雙東啊，客家姐妹花啦，其實你兩個姐妹花一啲安尼老年大擂台比賽出來，哦，真勁吼，係哦，真的，唔單唱樣樣，佢用啥用嘅二重唱、二重唱嘅方式咧，在客家吼流行嘅樂團地位度來講，咩係第一版。有樣樣嘅表現嘅方式，莫講係客家團，一下方言寬衣吼，佢安尼歌壇度講冇呢，沒清秀吼，唱到白嘅清秀嘅重唱，非常獨一無二。去年第一時間發行佢哋嘅體種嘅母語嘅專輯，體種啊，按叫上體種，處女秀咧，哎呦，哇，等下好好地放滿嚟，歡迎，唐本程、二重唱，同啦。好透過，邊個太大眾，工作豐富美美忘情歌，肯定一出你留在邊，一天要共你轉下轉動，要你送好路過，發條寄送你冇天堂，肯定煩惱唔講，對住要幾多？太大眾，衝一個，最愛看見嘅笑容，幾點鐘，用的歌，結束令人嘅目光，一秒鐘，一分鐘，一點鐘，一眼光，唔夠要，結束目標已有節奏，時光，愛吧唔可錯過。
觉得自己好棒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看到巨星。没有，对，真的很棒。哇，两个声音好舒压，好疗愈哦。真的没想到这个，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好嘞。大家好，我是童文成伊虫虫，我是姐姐伊童，我是妹妹伊晴，伊童文成伊虫虫，耶！这个组合在真的客家嘅穷人忙是有哈。應該冇咁有，兩晒體組會重唱的。唐貢係體組，唐貢係體組哦，主要由客家話以來，係嚇，由客家 VNV 以來，係客家天師，由客家人以來，由客家流行歌曲以來，係體組嘅，係從流行歌嘅組合。哦，哪個？你們兩個少嗎？哦，你們的默契啊，默契不錯，很好，對，默契。真的我看着你們那樣長大，你看來那節目參加比賽是這個樣子，姐姐多少？貴少6年生。哦，佢一樣是，你是12歲樣誒？哦，係喲，用啥樣來哈？時不時要插入一點我們的時代感。人家過一多年。厲害嗎？厲害係太後3年生。太後3年生，20歲左右。8、9年前7、8年前。你是8年前就能要比賽哦？係。啊！你肯定係仲有英雄條牌有大同小異。哦，大同小異是算後來，但是就是姐姐先來比賽嘛，係嘛？後來妹妹來比。妹妹來比。妹妹嗰樣時比賽時間多少？哇，嗰樣時。貴少，咩貴少？係貴少，咩貴少？係哇，東江誒，東江誒，你看那比賽講咗嚟，他出唱片咧，你看，很厲害，算是圓夢呢。我感謝咧舞台啦，然後也打擂台，也要到舞台本業的磨練哈，係啊，磨練，越來越茁壯，然後就蛻變，然後後來你剛剛講的那個組合叫什麼？什麼一成什麼？大同小異大同小異，大同小異開始值錢嘛？值錢誒，人家的組合名稱嘛。哦，這樣子有出唱片嗎？冇，只是好玩這樣。覺得好搞。哦，覺得用寂寞也好搞，取個團名這樣。大家好，我們是大同小異。然後又冇強用咧，童文成唐藝來就冇強用誒。聽起來感覺比較有質感一點。對，之前感覺比較滑稽啊。我是嘉義，有點影響啊，這樣我也可愛。我們是童文成，感覺又不一樣啊。感覺就是一個很舒壓、很療癒的。對。可以講是大同小異的時間，有因為這個組合有常常去外面收到。都表演嗎？冇冇啊。因為大家唔知，人哋會衝合唱。會嚇你咩樣？唔別嘅呢，大家冇注意到，冇關注到。那後來為什麼有這個機會？後來係因為客家委員會有舉辦嘅客家流行歌曲音樂大賽，有一參加比賽，然後去香港來湊一隻二重唱嘅團體去報名比賽，冇想到去有一位。有呢位有得名啊樣。呢位嘅賽制出嚟講，假使有呢位嘅發出所得有欣賞1by 1。嗰時候人哋嘅欣賞就會厲害，人哋嘅製作人羅文玉老師。很好啊！哇，那你們真的很幸運呢。對啊，哇，那個金曲歌王哎，直接指導，直接簽了嘛。直接簽哦，所以就是因為參加這個比賽以後，認識佢，然後鼓勵人哋多多下歌，創作其他嘅歌曲。他就把你們簽下來啊？冇啦，就幫他們製作這個專輯。製作而已，所以這張專輯就是羅文玉老師特別製作的。製作人嘛，係嘛？哦，就這張。拿點到嘞，拿點到嘞啦，要反過來。我那有點多。冇會反過來啊，記得胸片太暗用的哦。啊，就是要讓你頭暈這樣。哎，顛倒。暗用這樣才按那張真的呀。哎呦，這樣看得清楚啊。看兩邊按你看是吧？有可能。地心引力抓不住你。兩種專輯都會你用啥嘅創作嘛？基本有8首歌曲，有5首係人哋嘅創作。那也咩真厲害呢？對，好厲害。用寂寞聽他下歌誒。
哇，而且你要写合音的部分，那个都不好写，然后要分配，对，两个人到底要唱哪一句哈，然后哪一句要合，不容易呢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鼓手就有俩数，俩個準時同阮一齊講，咁俩個準時係講，人哋嘅神話還有故事。鼓手俩當波有個 book 嘅，就係 Story of Our Life，人哋嘅故事，而波就係講人哋嘅神話，讀到嘅事情。一家人嘅神話就出嚟。人家的故事啊，關我什麼事？不用別故事啊！喺希望大家都熱來人哋嘅同溫層，感受那個溫度。交流，交流。其實創作者，我剛不是講了，之前訪問過，都會講，你們的故事搞不好也是別人的故事，搞不好別人也有共鳴，別人會共鳴，會有感同身受的感覺。對啊。其實朋友們有教人哋講，我同學那首歌曲，譬如講，T3首老win歌唱嘅。倒浪，無為浪，那首第幾棟上木下，因為那首就係講木下嘅事情。無浪嚇，上木下嘅事情，還有我嘅爸爸媽媽，我嘅爸爸媽媽係出人哋嘅爸爸媽媽，小幸福，小幸福就係人哋嘅關係，親族關係，人哋嘅木下家鄉，家鄉嘅故事。家講到都講到一啲無簡單嚇，兩邊啊呢突然比賽比到呀嚇，也出唱片，自己要創作，係啊，無簡單。發行專輯。阿杜峰佢杜粵條歌都係咪？用安杜峰咯。就按用，如果還硬要轉過來的，真的，一條歌那磨嚟唱一下，那磨了解人都冇簡單，對啊，不簡單之處的那一篇，對咪好嘛？來彈看下好不好？好，來。就愛高興，莫再為佢傷心，思念愛聽世界散去，相信你可以。愛的不簡單，不用怕晴空難施展，做做看。相信你可以。
哇，对，好棒！好糖，冇简单，哎呀，冇简单啊，合音真嘅冇真的，哎，谁唱主音比较多？我们都蛮分配的，穿来穿去。哦，真的，不是有一个人就负责主音，那一个是那个。留他挑战。比较有挑战哦，就会创造一般去问听音的，很厉害耶！哇，这很厉害呢，还完全没有冲哈音呢，不会唱和音哎，就乱和啊，不是啊，主唱就好听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主唱意识太强哦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主唱的人物，所以你不用帮人家和音。没，有人亲爱去老给听数啊，正经不要冲。嘿，跟郑亚军有一摆请来，然后去合音去比赛嘛，嘿啊，然后我就合歪了，我也会白的。嘿啦，金娜姐她是她主唱，对了，你就是主唱的料，你要去帮人家合音，对不对？大材小用。不会啊，合音厉害啊，大才真的。好了，不要霸凌我了，对呀，笑不大声吗？可恶哎！佢哋嘅吼，正經算係輕後上又輕有型誒。在發行他們的專輯之前啊，佢哋用啥就接一個，就是在 YouTube 他們有 YT 頻道嘛，接一演唱嘅輕逢嘅方言歌啊，某一天嘅方言歌可能就會睇自己耳熟能詳嘅歌，然後去改編下歌詞呢。你用啥真的直接來一段？cover 一段。對啊，直接 cover 一首。歌手你懂唱。之前有人講，伊係韋禮安嘅兄弟。你現在唱如果可以嗎？對。哇！那唱韓語版。卡吉嗎？如果可以，好了。可以，如果可以。假使走在茫茫人海，千年一眼獨到月光下翻身，該就係雨，風雪發過手從輪飛該明媚，愛讓太陽雨，你很愛，多少時間。老師超棒的，各位一個推薦喲，謝謝老師。哎呀，所以老師有找到嗎？有啊。所以你們在 YouTube 裡面有翻唱2條歌，對。哎呀，謝謝你們 cover 我的歌，謝謝。我們 cover 誰？他是 cover 韋禮安，他是禮安的兄弟。我是沒有化妝的韋禮安，妝前妝後，對不對？對，哎，韋禮安真的是，哎，那個時候，你看他現在不可同日而語的，紅到韓國去。哦，倒沒有，他不能就懂我。沒有，這那個時候我也很感謝他，我那個 YT 也才沒有多少訂閱的時候，他就來上我們頻道。有坑。對啊，有坑。對啊，所以我很感謝。我這樣，對啊，哇，熱得要死，嘿，那一天大熱天，他還穿毛衣，神經病。人家來上你節目，你還說叫神經病？你現在幫他塞梗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真的，他歌真的好聽，後堂啊，人家歌沒請後堂啊，係啊，佢哋歌也沒請後堂啊，什麼？對啊，真的，沒有，再怎麼好，就都沒你的好聽，沒有好聽，你的太好嘞，謝謝，今天重點是你們吶，對，哎，兩姐妹這樣看起來很和諧，對不對？私底下搞不好，臭幹辣椒也不一定。應該唔會吧？人家懂和平誒。對啊，我覺得妹妹好會被她一副就是會被姐姐欺負的感覺。哎，我會給你欺負感哦。好，那我要來爆料一下。爆料，好，姐姐眼睛睜大哦，好講。姐姐可以來懂聰明嘛？哎，可以來懂跳，對不對？但其實佢懂強，懂強。懂強，懂厲害啊！神經啊，還神經，就超看起來冰雪聰明，但其實他是那個有一些好像嗑藥一樣，鏘的這樣。就啊，有一擺比較上課嘅時節，啲先生啊心情唔拉好，嗰時就媽記得講，哎呦，你哋都搞唔來，嘿，有一擺，跟姐姐啊就靜靜的看着老師，該幾個數啊，去碰名豆該數機。剛用是
iPhone 有 Home 键，古时候人家手就压着，哦，就 Kindle 了就对了，几个 Siri 就出来，哦 ，Siri 出讲，嗨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然后就超大声，嘿，该用是手机用太上嘞，该唔低啊，该经常就懂他们清楚黑蒙搞唔会也真紧的。很凶啊，真的很凶，然后我也很呆滞的看回老师，对不起。老师还以为你冲着他来就对了，说什么我听不懂，一语双关就对了。对啊，而且老师还说谁？Money。哎呀。烟头，CD 帮你回了这样。对啊，俺会爆料，给人家爆料，俺没有爆料。好，我们最喜欢互接唱吧。伊啊，有一摆第一该原摆，给一个世界，该那个玻璃不是在懂墙里嘛？然后就懂你哦，该用是，俺就唱懂，然后哎呦，黑马你哦，那看到你就。靠到该那个玻璃耶，该那个警卫还有店员全部看着他，很。佢哋都冇禮貌，佢哋唔係關心，就是關心我說啊，會唔會？有嗎？事情嗎？對，佢哋係這才是真姐妹啊！有門唔借喂，就該重門，全景有冇？有啊！對，你不要說他，如果我在旁邊看到，我也會想，我也是啊！然後再去摸玻璃啦，玻璃有壞掉嘛？你應該去跟那個店家把那個監視器拿出來。對，擦那麼乾淨幹嘛？因為唔係講一家嘅店家而已，今天兩家。兩家。因為還係 Apple 沒。你應該請那個店家把那個不是那個監視器的畫面給你，然後你把它 po 到你的網絡上，對，重複播放這樣，真的會紅。對，那個會傳閱的，對不對？沒有地震，很有趣啊。來，聽說今天我剛剛有提到徐哲偉老師，對，哎呦，你還給他破梗，是不是？好像你有今天有請到他的，居然可以請到哲偉老師 ，idol ，idol，他是我們的 idol，很好 Q 用啥個動作還會我今天還可以請得到他來跟你們合唱，他不是很好請嗎？是蠻閒的，很閒啊，覺得這首歌今天有空嗎？對，於涵，應該剛好今天特別來幫忙，正經啊，他們是特別來站台的，對，跟他合唱什麼歌曲？那一條歌我合唱自己創作，揾到臨安 Supermarket，臨安 Supermarket，他都是他的幾個作品，他的專輯的歌曲，他的創作的歌曲，他跟 Super 都蠻有緣 ，Super，他是自己一直希望他是 Superman，對個，來 Supermarket。裝的千百種，嫩嫩嘅笑容滴答短短嘅如何？說到這個二重唱，開玩笑，這個哲偉老師太前輩，其實我們對，所以我們三個叫同溫層。同溫層，正經呢，新團名可以。其實佢是請來時間，我出講一下，哇，怎麼會找我呢？怎麼會找這麼長輩的？對。笑容滴答短短嘅如何？富貴丈夫行彩價，換完件半嘅出百萬。Supermarket 無買嘅錢價，係最貴嘅紅。酸甜苦寒有技術，有一種熟悉嘅小暖。
创出甜的人生，健康健康。山将芬芳，转望路旁爱山歌唱，牛马带子落冰糖，爱听阿婆往事唱。林暗是场莫吉唱，北风落雨都开张，山珍海味比唔上，别个改变，番薯汤一块跳出。装在千百种，嫩嫩的笑容滴答短短嘅路行。酸甜苦咸有几首，遇着熟悉的笑暖，你们爱有限期限有几场，出甜的人生，健康健康。Supermarket 无买嘅情感，系一季嘅热红。酸甜苦咸有几首，有一种熟悉嘅笑暖。你们爱有限期限有几场，出甜的人生，健康健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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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健康健康。哎，我这个我要 Selina。那我 A 啦 ，A 啦，很感哎，哎呦，这说到这个二重唱，开玩笑，这个哲伟老师才大是前辈。其实我们同学，对，所以我们三个叫同温层。同温层，哎，正经呢，新团名可以。其实一开始请来的时间，我超感应行啊，哇。怎么会找我呢？因为我找这么长辈了。对，为什么？班同学啊。哦啦，其实所以你今天上要节目的时间，你有特别跟制作单位说，我希望能够跟哲伟老师。因为哲伟老师系你重重嘅始祖先驱啊，不是鼻祖，始祖也没那么久。嗰時候想講，我哋老師學習一下。這還真的，因為記得之前可能記台呢，他們記得過少6年時。真的，老師，你應該，哎呀，哲偉老師，你幾樣時應該出來做評審出來做評審，就是說，你兩姊妹對按西對客家話、客家歌曲按認真。第一禮來有唱嘅時間，其實我其實也是受寵若驚，因為禮拜幾叫兩種是真人檔貼片，因為這個係二重唱出身的，出道的。我所講，我會真的比較要求他認真，啊，記得因為他聽得比較細膩一點，比較細，因為佢兩首有 top 動到歌幫來唱，包括 cover 的啦，動到歌。我們一開始選什麼，你知道嗎？那個阿四跟林宥嘉，致姍姍來遲的嘿，年輕人的歌，好啊，年輕人哦，你唱一下，你唱一下，搞不好我聽過，快點。吃一人份的飯，刷一人份的晚安，卻沒有覺得孤單。超啊！我還有練呢，練到報名。我聽過，我也聽過，剛聽過。練到報名幾兩首都講，老師我。
其实你两啥东西要冲人狗哎，我想讲比赛冲很多哎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所以肥水不落外人田。没250块是要赚一下。然后我就想讲，我拓动到出本期的两啥拓，其实我心中就有想到，其实林南 supermarket 东适合给两啥冲，没想到三啥冲哎，我就是其实限量数够 Q， 很多哦，限量数够 Q 买一把幸福，买一把幸福，底部的这种合适底部的。记得用抖音整哦，我们都很忙，都怎么我们用 Line 啊，用讯息线上练团，线上，然后我就下得懂清楚啊，讲哪一段要怎么合，哪一段要谁唱，哪一段然后怎么唱，然后你合高三，我们合低三，然后哪一部分是我，那小董还问讲，不知道老师这样写，你们有看懂吗？对，所以要唱这首歌之前都没有碰面，就完全靠 Line。今天不也T100直接碰面，就直接这边就哇，科技所赐，安永清厉害呢，一定用啥正义懂厉害，好厉害，一定要先冲100本来糖，录给我听，真的。老师这样可以吗？我说当然可以。对，用力老按用个台前比本来评审欣赏，给赵薇欣赏，这样合作不会压力很大。哇，因为欣赏啊。日前还可以，因为外表看起来就酷酷的，严肃吗？对，严肃。然后该合作发现，哇，其实这位老师讲话真的是暖男，真的大哥哥啊，大哥哥哦，大哥哥。还好他没有说阿伯呀，哎呦，不干啦，这位歌真很动听。50岁老翁。新闻都这样报道，真的，不过说真的，你这之前就做评审有评过给的歌唱部分真的进步好多，好奇怪哦，以前唱歌很不稳啊，为什么现在怎么那么稳定呢？有表演，因为可能有这样，可能他们在 YT 频道上有这样的影片训练下来，有练习的人他如果本身没有这种天分的话，他怎么练也没有用啊。不过我知道你的不单像有天分，你的懂音准，练。比如说 UT 刚开始的时候有160样来，你特别的梦爱哦，爱弄讲其实你们可以怎么样合音，怎么穿插，哪一句可以高上来句，他们马上一哈就学会了。他100这个宽的时间，不一样了，进化。哎呦，那天分，真的进化，鼓励一下，当为一个先驱前辈来。50岁老翁，谢谢另外一位50岁老翁。什么？好中我的梗。谢谢刚刚那位50岁，谢谢这位45岁的婶婶。谁叫你婶婶？好啦，我知道泰雅都做过行影，泰雅妹有几非做行影，你聽到記得，唔記得當時樣板型對唱歌嘅也好，特別客家講樣板演前，記得。莫忘初心。真嘅，還有行影。一聽到T100，記得T100進那個錄音室的感覺，你就會每一次，後邊可能會出10張專輯，20張專輯，一聽到那個轉到第一次進錄音室那個戰戰兢兢，然後很愛，懂愛唱客家歌的精神，我覺得就夠了，真的，因為你的本來就有實力，不用怕，從鬧熱出去的誰金曲獎就等你們了啊！從這個舞台出去的哪一個不是真的沒有實力的，對不對？對，真的。我跟你起立啊！不要再開玩笑。50歲，好啦，節目也這個到尾聲了，好不好？我們這節目跟你一樣，就是個歌唱比賽出來的，對不對？沒錯。那比賽節目呢，還是有在進行，不是沒有在進行哈。好聰嘅朋友，夾個蘿蔔苗。打電話來096667人還有傳真貼吧人2277781231等台幾個打電話，就叫我哋從同門城強用。對，他個夾個蘿蔔苗哈，前面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，歡迎呢，我們多謝洪文成，謝謝50歲老翁，謝謝是孟先生，洪文成，謝謝是孟小天老師，謝謝孟先生，謝謝。辛苦嘞，什麼大家？好，下禮拜忘記了，一天都準時時間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下來。